好，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降临期主日的第一周。刚刚这首诗歌是12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诗歌所以是蛮久的，将近1000年的诗歌。但是它最早并不是用钢琴伴奏，它是清唱的，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唱的时候，我们也预备心来朝见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今天早上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的面，来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献上祷告，让我们期待跟等候基督的降临。主，我们相信你来到我们当中，你要带来祝福，带来喜乐，带来平安，但是也要带来让我们能够悔改，认识自己，了解自己需要在上帝的面前祈求饶恕跟恩典。愿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帮助我们，也激发我们有信心，能够靠你得胜，继续的在信仰的路上往前行，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为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圣灵都在我们的当中，为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来祷告，让我们的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能够按照主的心意来运作运行，也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崇拜。
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低头同心祷告。慈悲的恩主，我们天上的父亲，今天是将临期的第一个主日，也是象征盼望的主日。我们的盼望乃在于上帝与你所应许要来施行拯救的耶稣基督。将临期的第一个主日提醒我们准备自己迎接基督，就是那除去罪恶、驱散黑暗的真光，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亮光，照亮我们的生命，也照亮这个世界。愿赞美归于创造光明、赦人罪愆的主。奉耶稣之名祷告。阿门。我们以新灵粮诗选第174首《以马内利来临》来敬拜我们的主。这首诗歌有4节，我们第1节齐唱，第2节姐妹唱，第3节弟兄唱间奏，然后我们唱第4节齐唱。那副歌都是一起唱。来。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求主解放以色列民，沦落异邦寂寞伤心。应今渴望圣子降临，欢喜欢喜，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清晨日光恳求降临，借主降临，化为中心，重开长夜幽暗愁云，驱散死亡深沉回应，欢喜欢喜，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第3节请弟兄唱。第3节请弟兄唱。同知万物协和万民，恳求显示智慧如城，直到君臣落幕遵循。来，大家一起唱。欢喜欢喜，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现在我们安静心，万能之王，请安静心来听这个音乐，来看这个歌词，一边思想。
第4节。请仍然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会众请坐。现在我们请用的方式来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第80篇1到7节以及17到19节。待会儿请大家看投影片司会与会众的起应和的分配。诗篇80篇1到7节以及17到19节。领约瑟如领羊群，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2基路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前面，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愿神的话语常存留在我们心中。以下我们要进行将临期第1主日的点烛礼。现在我要先做一点简短的说明，然后点燃第1根蜡烛。点完之后，我们要以起应来做这段的结束。将临期是教会年历中的第1个节期，是一个希望与等待的节期。
将临期的礼仪颜色是紫色的，象征君王的来临。教会以将临圈作为象征，帮助信徒在圣诞节前省思准备。将临圈共有5根蜡烛，正中间是白色蜡烛，代表是耶稣基督；外面有4根蜡烛，分别代表将临期的4个主日。它的意义是盼望、平安、喜乐以及爱。点燃第1根烛光，代表盼望。人类期盼救主来临，耶稣基督，人类的盼望就此进入世间。在这等候上帝降临的期间，我们点燃盼望的烛光，并应许：我们信赖上帝的美善，全然依靠他的怜悯，在他坚定不移的慈爱中找着隐蔽之所。现在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您可以参看我们的周报。主啊，我们为西非国家布吉纳法索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南部教区祷告，安平卫理堂彭美玲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台湾2024年总统及立委选举祷告，求神拣选合适的执政与立法者，赐福台湾的人民。我们为政府相关部会在能源、环保及公共安全等方面，能够做出适当的规划、监督与落实来祷告。我们也为世界局势动乱、战争的国家祷告，求主施恩怜悯，特别保护无辜的百姓，将和平持续临到这些地区，止息一切的战乱，将影响降到最低。以上我们所求都是奉耶稣之名，阿们。我们现在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请汪怀瑜弟兄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在旧约以赛亚书64章1到9节，在教会圣经823页，在教会圣经823页。64章第1节，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第二处经文在新约马可福音13章24至37节，在教会圣经第55页。马可福音13章24至37节，第24节开始，在那些日子，那些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些日子，那些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会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就是对众人说，要警醒。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3到9节。哥林多前书1章3到9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面前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现在请诗班来献诗。今天献诗的曲目是《西安淑女当欢喜》。这首诗歌的歌词取材自撒迦利亚书的第9章第9节，上面说：西安的女子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喜。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这首诗歌总共有3节。当诗班唱完第1、2节，在间奏的时候，指挥会邀请弟兄姐妹一起跟诗班来唱第3节。
下由本堂的蔡伟文牧师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信心坚固到底。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将临期的第一周。将临期的第一周，刚刚我们司会已经有跟我们解释过，将临期的第一周带来的是盼望。当然，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这一周叫做醒悟主日。醒悟主日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是谁，了解自己的状况。好像我们去到游乐园的时候，突然间不晓得自己在哪里，而我们看到了地图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红点的地方就是我现在站的位置。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刚刚我们在吹号角的时候，我们号角队的这些的同工们，他们身上带着这个巾，一个蓝白色相间的这个祷告巾。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会用这个祷告巾披上，然后能够在里面，能够在那里祷告。当然，上面的颜色蓝色跟白色也代表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在这些场合的当中，他们会带上祷告巾，以至于让人能够知道他们是以色列人，也让自己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新以色列人，我们是新的上帝的选民。愿上帝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具有以色列人的血统，但是我们却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一直到底。好，我想要带大家再来唱这个刚刚这个以马内利来临哈。这一次我们不要用这个钢琴来伴奏，因为这个最早期的时候连琴都没有的时候，是用口语的方式来吟唱的。那我们刚刚唱的时候是比较缓慢，比较感觉上是比较有点带有一点点的哀伤，或者是带有一点那个等待的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们期待我们的盼望的主日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不是要慢慢唱，我们是希望能够快的能够来盼望基督的降临。请大家来翻开174首以马内利来临。好，那请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速度，因为速度会稍微快一点174以马内利来临。好，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第一节就可以了好，我们一起来唱，预备来。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解放以色列民，沦落异邦寂寞伤心，因今渴望神子降临，欢欣欢欣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再一次，第一节来。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解放以色列民，沦落异邦寂寞伤心，因今渴望神子降临，欢欣欢欣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弟兄姐妹，期待跟喜乐，希望我们能够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们也有那样的这个尽快的，我好期待，好渴望以色列的救主能够降临，我们的救主能够降临。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好，那我们请大家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话语都是直接从台语翻成汉语，或是翻成这个
国语哈，所以有时候读起来怪怪的。好，我要请大家来看一下，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解读这个话哈。麦加是那个穆斯林的圣地，但是不要误会，这不是在指麦加哈。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吗？好，来，要不要听解答了？好不好？麦加尼瓦，麦加尼瓦，好，麦加尼瓦意思是什么？不要靠我太近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后车斗啊，所以他说麦加尼瓦。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会喜欢用什么？用台语直接翻成国语哈啊！我昨天还看到有一个说那个什么一个叫干妈，干妈39.9元1斤。好，听不懂干妈是什么，知道吗？干妈，对，干妈啊，上帝帮助我们。其实有时候这个话语要转换的时候，就有时候需要花一点心思跟巧思哈。有时候突然间这个看到，怪怪的，干妈为什么39.9元？不晓得为什么哈。好，愿上帝祝福我们。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但是求上帝给我们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当然可以很这个欢欣快乐的，可以幽默。但是我们在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认真的心来读上帝的话。当然，读上帝的话不是都是很严肃的，求主给我们有安静的心、有耐心，并且能够有喜乐的心来读上帝的话。其实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话有时候是很幽默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有时候对我们说话带有幽默在我们的当中哈。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所以我们说今天叫做将临期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会点上第一支的紫色的蜡烛。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颜色也有代表一些的意义啊。所以各位如果注意看的话，我们的讲台的桌巾已经改成紫色。牧师的身上的圣带也改成紫色。我们今天又点了第一支的紫色的蜡烛，所以各位知道紫色代表什么意义，知道吗？在教会里面，紫色代表什么意义，知道吗？我们都会说紫色带有一点神秘，对不对？带有一点好像感觉上是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颜色，一个很尊贵的颜色。紫色它是代表君王的颜色，在过去古代。中国的皇帝穿黄色，但是在国外的皇帝他们是穿紫色的。但是另外一个部分的话，紫色也代表什么样的意义？紫色代表认罪跟悔改。所以我们在庆祝圣诞节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些时间来反省、跟认罪、跟悔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我们进到游乐场的时候，不晓得自己在什么样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看那个图片，知道我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能够看到我们是不是离上帝越来越近，还是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有时候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我们不知道，而我们还自己以为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近。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这个葛理翰曾经这样说：这本书让你离上帝越来越近，离罪恶越来越远。但是如果你离开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会离罪恶越来越近，离上帝越来越远。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在我们的心里面，每一天我们都能够了解、知道自己是谁，并且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来遵照上帝的话来行。好，所以这个怎么样在患难当中，或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维持住我们的信心？有2个很好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第二个叫做因着信心。所以借着耶稣基督就是因着恩，因着上帝的恩典，然后借着信心，凭着信能够来领受。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你今天读圣经读得很多，所以上帝特别爱你；不是因为你今天祷告了很多，上帝特别爱你，而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也爱上帝的缘故，所以我们读圣经跟祷告，那是我们的生活日常。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了解牧师要讲的吗？
牧师从来没有要求大家说，你今天一天要读10章圣经，或是你今天祷告一天要祷告几个小时，因为读圣经跟祷告应该是你的生命跟你生活的日常，而不是被要求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按照上帝的话来行，了解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好，所以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这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好，那请大家来看一下哥林多的教会位在什么地方？各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知道吗？上面已经有跟大家写了，这个叫希腊半岛，有没有？好，有一个城市应该大家比较认识，有一个城市叫做雅典城，有看到吗？雅典城。好，那雅典城的旁边，好，在雅典城的旁边哈，这里就有一个叫哥林多。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一个海港城市，它跟雅典一样，都是靠海的城市。好，所以他们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很富庶的，在希腊的地方的一个城市，所以在那个地方的教会自然也是很兴旺，跟人数很多，有很多丰富的宝藏的，还有很多丰富的资源的教会。因为教会生在那个地方，所以能够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资源。所以保罗在那里建立教会之后，虽然离开了他们的一段时间，但是他仍然心念着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总有一些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在主后的56年左右写的，这是他第3次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去写的一篇的书信。那这个书信里面是针对给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为什么会针对给他们？因为当时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纷争，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的这些的问题在教会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教会里面都没有问题，教会里面都一切很 peace， 教会里面是很 holy 的地方。其实，在 holy 的地方也会有问题，因为人总是会有不完全跟不完美的地方。好，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让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解决一些有争议、有争论的问题。特别包括当时的教会是生在希腊文化的里面，所以希腊人拜神明也不输给我们在台湾拜的庙宇。台湾拜的庙宇很多，希腊人拜的神明也很多，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包括拜偶像的东西可不可以吃，包括这个信仰上面的问题应该怎么样，有这些的这个处理纷争。教会里面有一些纷争的时候，有一些分党结派的时候，或者是教会里面处理人事问题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还有提到教会里面的恩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哥林多的教会其实是一个叫做问题很多的教会，所以因为问题很多，他也看到我们现在对应到我们现在的教会里，现代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很多都可以从哥林多的书信里面去找到。所以我们看哥林多的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可以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当然后来保罗写了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纳的，甚至有的人就拒绝了保罗的教导。他们认为说，这个保罗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可以？凭什么教导我们？所以中间保罗又在写了第2封跟第3封的信去。那当然，这个后来他们有一些的认罪跟悔改之后，他们重新的调整自己。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又称赞他们说，他们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不是没有问题，教会里面不是没有纷争，教会里面不是没有缺点，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纷争跟缺点。然而，我们是要把问题更加的扩大，或者是把问题弄得更不好处理，还是我们能够因为我们的帮助，能够让教会可以更多的来解决一些的问题，能够因着我加入教会里面能够更好。求上帝帮助我们，不一定教会很缺少哪一些人的恩赐，但是因着我们的恩赐能够放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让教会更好，那么我们就应当在那个地方来发挥恩赐。好，所以基督徒我们应当常常记得，我们不是完人，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基督徒等于就是好人，或是基督徒等于就是义人。其实基督徒我们叫做蒙恩的罪人。我们基督徒我们并不比别人好，我们没有比别人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基督徒是恩典的记号，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比别人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这样的罪人还能够跟众圣徒一起。昨天我们去这个博苏玛的这个丧礼结束之后，我们安错在玫瑰园的地方。当我经过那个墓园的时候，我就跟身边的同工提到说，我们的众圣徒很多都在这个地方。将来有一天，这些众圣徒都要跟我们在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都不是义人，在那个地方躺卧的这些人也不见得都是好人，然而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有这样身份的人，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众圣徒，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圣经里面，特别保罗提到很多有关爱跟恩典，上帝的爱跟上帝的恩典。我们来看一下第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圣经里面第4节，我们一起念来。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常常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给教会能够有这些的恩惠。他说：“常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好，所以牧师要特别为这个祷告会要特别做一下工商服务哈，请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看重祷告，更多的来为教会祷告。当然，教会刚刚讲的不是完美跟完全的，但是我们需要更多为教会祷告。当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不完全的时候，我们需要先看到我有没有常常为我的教会祷告。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不完全的时候，我们更要常常反省，是我有没有为我的这个弟兄，为我的这个姐妹来祷告。我们是不是为了他来感谢上帝？有没有为了他身上上帝给他的这样的恩赐来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常常感谢上帝，用感谢来取代抱怨，取代这些的负面的话语，让我们用感谢的心来向上帝献上祷告。也许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许某个人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表现得很好，但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许是表现得相当好的。各位知道有一个宣教士叫做李爱瑞。各位知道这个人，其实他小的时候是一个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术语的话，这个应该他是一个过动儿。为什么叫过动儿？因为他小的时候常常到处乱跑，然后他爸爸妈妈也是宣教士，在中国大陆，然后他们有这个华人的仆佣来协助照顾这个小朋友。但是这个李爱瑞小时候很爱跑，所以仆人们在后面追着他跑，然后都抱怨说这个小主人真是一个爱跑的这个过动儿。然而他的父母亲却看到什么？他说：“哇，你这么会跑，相信以后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华人的圈子里面，恐怕我们就是你看这个过动儿，这个坏孩子。可是，在爸爸妈妈的眼中，却是他将来也许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最佳的运动员。各位，后来李爱瑞确实没有不负众望，后来曾经拿过这个短跑200公尺的第1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但是也许上帝的恩典恩赐就在他的身上彰显。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跟怜悯，让我们的教会可以互相的能够来互相的协助跟弥补。也许这里有人不完全，但是有人恩赐是可以 cover 的，让我们可以去 cover 别人不完全的地方。上帝给教会的怜悯跟恩典是丰富的，所以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是我们不是只有看别人不足的地方，而是我的恩赐是否能够补上别人的不足。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保罗特别告诉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会友，你们不是贫穷的，你们是富有的。因为你们富有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们什么样的东西都有了。第5节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第5节一起念来。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教会里面
不缺口才的人，不缺这些的知识的人，不缺这些的丰富的资源的这个教会，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运用他的恩赐，运用他的才能来帮助到教会里面。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你都有恩赐，你的恩赐是否愿意被上帝来使用，以至于让我们的教会各样的恩赐都能够是全备的。所以我们能够用个人的恩赐能够来服侍。以弗所书4章第7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典。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的恩赐，而这个恩赐能够集合在一起，就是教会的美好。所以我们不要再像那个心里贫穷的人一样，或者像心里面这些穷乏一样，说上帝是忘记我了，好像上帝没有给我够多的恩典，上帝没有供应我够多的需要。上帝是信实的，他从来不忘记我们。上帝是信实的，他必然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是丰富的，其实我们荣光堂也是丰富的。上帝给荣光堂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很多人都不晓得说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用去负担这些租金，我们的教会里面不用再去有这些的资源的缺乏。也许我们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能够拥有这许多的恩典。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拥有这些恩典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有一个使命跟责任，就是我们应当将这些去分享给需要的人。各位知道我们在5楼的餐厅里面有一首谢饭歌，知道吗？这一首歌是我们卫理公会的谢饭歌。这一首歌是怎么样唱的，知道吗？各位知道我们5楼有一首谢饭歌，对不对？感谢慈悲天上父，赏赐饮食养我们，恳求天父教我们自己有的分给人，阿们。自己有的分给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是丰富到流油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分给人？上帝不是要我们富到流油的时候才分给人，而是我们如果能够有2碗饭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分1碗给那个没饭吃的人？如果我有2件衣服的时候，我能不能分1件给有需要衣服的人？如果我有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跟人做分享？能够有分享的心，这个就是你的恩典够丰富跟富足。即使有很多人富到流油，但是也不见得愿意跟人分享。所以能够有富足，是你能够懂得跟人分享的人，那样才是富足的人。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分享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6节，一起念来。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好，他说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好，各位看这个经文上面其实有2个括号，有注意到吗？有2个括号。其实那个2个括号表示原来没有这个字哈。好，如果我们再把它念一下，你看这个见证是谁的见证？不是保罗的见证，是谁的见证？我们来念一下：正如基督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的不是保罗这个人。当然，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所以保罗他说我讲的话就是基督所托付告诉我的。好，但是我们不是信保罗，而是信谁？信基督。他说正如基督的见证在你们的心里得以坚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的见证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如果今天你的信心能够坚固，是基督在你的里面，不是因为牧师的信心，不是因为小组长的信心，不是因为谁的信心，而是基督在我的里面，使我能够信心得以坚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心不要挂在别人的身上，挂在别人的身上会垮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唯有基督的见证才是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宗教让我们夸口自己的所做的，但是福音让我们夸耀耶稣基督所做的在我们的身上。
愿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在教会里要夸耀的，而不是我做了些什么。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所夸耀的是基督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在这一年当中，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何其多何其大，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是源源不绝、源源不断的，而我们有没有去支取这个上帝的恩典？曾经有一个牧师这样说，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在天上，上帝的家里面仓库里面堆满了很多的礼物，但是都一直没有送出去。然后这个人他就问天使说：“为什么这么多礼物都在仓库里？”他说：“因为有很多的人拒收上帝的礼物，所以必须这些礼物还是堆在这些仓库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懂得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以至于这些的恩赐可以被好好的送到需要的地方去。上帝的恩典给我们很多，我们有没有去用在需要的地方？教会里面不缺口才的人，教会里面不缺有知识的人，教会里面也不缺这些的丰富跟富足。教会里面最缺乏的是愿意跟着上帝的话语去行的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有言语上的知识或是舌头上的智慧，而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行动，能够愿意能够照着上帝的话去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说我不过就是一个小人物，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咖，我没有办法做些什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在主日圣诞主日的时候，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妈妈要跟2个小朋友要一起受洗。各位知道是谁让这个妈妈愿意成为基督徒，要受洗加入教会，知道吗？她的小女儿。这个小女儿连小学都还没有念，但是这个小女儿她却告诉她的妈妈说：“我要信耶稣了，我要信耶稣了，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信耶稣。”这个小女生可以带领她的家人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要高言大志，应该要很会讲道，应该很会分享，可是却没有想过说，一个小女生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我要信耶稣了。”她的妈妈就跟她礼拜3来教会里面找我上课了。所以我们在圣诞主日的时候，有一个家庭，那个家庭里面那个爸爸还有一点点困难，他说：“万一我信耶稣不能抽烟的话怎么办？”所以，但是我跟他说，没有关系的，你信耶稣跟你抽不抽烟没有关系啊，你只要不要在这个里面就好了。好，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小女生可以带领她的家人信主，她没有高言大志，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恩赐，但是小女生就可以带她的家人信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跟盼望。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让我们有机会再传福音，再一次的，不要失去那个盼望。上帝帮助我们，这是上帝给这个小朋友。各位知道圣经里面说，上帝在这些吃奶和婴孩的口中什么？建立了能力。上帝让这些小朋友他们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带领他们的家人信主的。好，所以第7节，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没有不及人的。第7节他说：“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这些的恩赐，上帝要给我们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在世生活的这一段长的时间，上帝要一直的不断将恩赐加添在教会里，让我们能够在等候基督显现的时候，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上帝给我们的丰富是那样的美好，所以第8节他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在信仰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维持我们这样的信心，能够维持我们这样的盼望，能够维持我们在生活上能够持续的，能够在生活上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是基督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直坚持到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使人能够看到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无可责备的。各位知道无可责备在台语怎么讲知道吗？
上一次有教过大家，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无汤咸，听得懂意思吗？所以上帝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日子不会被任何人给嫌弃，因为我们都能够持守在信的里面。好，所以他说，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是跟上帝的儿子一同得到这样的身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有上帝儿女的身份，我们是尊贵的，是荣耀的，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份，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是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愿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盼望的主日跟这个叫做醒悟的主日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行，来荣耀上帝。所以成熟的基督徒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夸口什么，唯有夸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身份不是 nobody， 你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儿女的身份，我们是尊贵的，是上帝儿女身份的这样的荣耀。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是谁，而不是去随便去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上帝是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来荣耀他，所以我们的祷告、言语、行为、侍奉都能够被上帝大大来使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你的祷告、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侍奉都能够被上帝来使用？如果你听到有的人他生病软弱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为他来祷告？当有的人信心缺乏软弱的时候，你能不能透过你的言语来扶助他们？当有的人缺乏的时候，生活上缺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的行为、好的善行能够来帮助他们成长？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有地方没有人服侍，缺乏服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去参与在那样的侍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上帝大大来使用。耶稣透过圣灵住在那些相信他的人心中。我们若相信上帝的功，那么我们就相信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住在我们信的人心中。所以信的人是相信上帝必然成全各样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给我们有信心的恩赐，让我们看见每一件事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跟计划。第二个，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兼顾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软弱，有时候觉得难过，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无论在世上或是在永恒里，主都与我们同在。上帝没有撇下，没有丢弃。所以我在带这个妈妈带这个小朋友来认识真理的时候，我就曾经告诉他们说，上帝耶稣基督不会请假离开我们，耶稣基督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不会请假离开的，他不会今天跑到灵粮堂，明天跑到真理堂，然后第3天才跑来这个荣光堂，没有，每一天他都与我们同在。不是在荣光堂里面，也不是在灵粮堂，也不是在真理堂，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阿们的意思是坚定的、稳固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之后讲阿们，意思就是它是是的，它是真实的。我的祷告就是如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阿们不是我们随口念的那个，跟那个人家念佛号一样，不是。阿们是坚定的、稳固的，是真实的。好，所以主耶稣要做王直到永远，他也是阿们阿们的。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原文叫做阿们阿们。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他要永远的做王直到永远。神帮助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定信心，耶稣持续永久成为我们的主。第三，我们看到上帝赐给我们呼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是否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呼召，成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4章15节说，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相信耶稣不是只有邀请耶稣进到心里面来，而是耶稣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生命。
让我们进入耶稣的生命，让我们进在耶稣生命的里面，使我们活出来，就像耶稣的生命一样。所以罗马书8章14节说：“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常被圣灵来引导，持续的在我们的生活上活出上帝的荣耀。所以，对神和基督的忠心，成为我们今生的以信实待人的基础。愿上帝帮助我们持续跟坚持不断的在信仰的路上。或许会有难处，然而我们要相信，上帝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一直到底。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信到底，坚持到底，在主的里面能够爱主爱到底，主也爱我们到底，主先爱我们到底，以至于我们能够爱主到底。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能够坚持跟持续不断。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信心软弱，有时我们没有信心，但是愿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坚固，让我们的信心坚固一直到底，就像你给哥林多教会的众圣徒一样，让他们也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坚持到底。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为我们来阐述圣经上帝的话语和启示以及真理。以下我们要进行圣餐礼，我们先唱圣餐诗歌《心灵粮诗选》第300首《与主合一》的第1节。与主合一第1节，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我们现在请蔡牧师主理今天的圣餐礼。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12月份的圣餐礼。我们每个月都有圣餐礼，当然我们不是最频繁的，但是也不是叫做都很久很久才举行一次圣餐礼。圣餐的意义，我相信每一次我们都会读到、会念到，并且也能够知道，每个月我们能够有一次的机会，对自己做一些的反省跟悔改的机会。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除了知道自己不完全需要上帝的怜悯跟恩典，也请弟兄姐妹要常常心里面也要饶恕跟原谅上帝的工作。为什么会要这样说？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骂上帝，会抱怨上帝，上帝，你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样的场景里？为什么你要安排我在这样的状况里？为什么那个讨厌的人一直都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人都一直对我有干扰？上帝，你对我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抱怨上帝，会觉得上帝好像特别针对我们，在对付我们。各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我们可以美好学习的榜样，就是约瑟。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出卖，被他的老板娘出卖，甚至被酒政跟善长出卖在监狱的里面，一个被杀了，一个被提出去。约瑟告诉酒政说：“如果你出去的时候，请你记得我。”结果那个酒政还是把他忘记了。对约瑟来说，他跌到人生当中最苦最难的时候，然而信仰让他可以看到，原来上帝有美好的旨意跟计划。如果不是先被卖到埃及去，他的家人恐怕在饥荒当中就无法得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也许你觉得你现在正身在苦难跟痛苦的当中，
有很多事情是无解的，或是你无法去理解为了什么会这样。后来约瑟跟自己的兄弟这样说：你们原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旨意原是好的。你们本来是要害我的，但是上帝的旨意是好的，所以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抱怨，会埋怨上帝，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场景？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光景？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的让我受苦，或是让我受到这些伤害？也许上帝没有马上跳出来跟你说，或许也没有其他人能够为你解释，但是你仍然要坚持跟持续的相信，上帝有这样的美好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或许不是你现在可以理解的，然而你必然要相信，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没有一件是不好的。约瑟说，上帝的旨意原是好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原谅跟饶恕上帝的作为，或许他的作为超过我们所想象。很多时候我也常常觉得，上帝为什么会把我放在一些的场景里、光景里，或是放在一些的情况里？但是这些都是上帝给我的美好的养分，给我的美好的资源。以前我曾经在最苦的状态当中，但是上帝现在我不敢说他把我提升到最高处，但是至少让我可以稍微的喘息，并且能够看到他的作为是奇妙的。如果不是在过去的14年的当中的辛苦，跟在布道所小教会里面，我觉得我的耐心跟爱心是不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你们会看到牧师没有耐心、没有爱心的时候，请你们也原谅牧师哈。有时候本性会跑出来，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本性跑出来的时候，至少有圣灵会提醒我们，让我们会知道我们有哪些地方是不对了，需要调整回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调整反省，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能够重新的调整自己。我们一起预备心来这个进入圣餐的当中。那先跟各位说明，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信主的人请你在我们发圣餐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用你的灵来领圣餐。虽然你还没有受洗，但是并没有代表你不信所以你有信，但是你还没有受洗，那么欢迎你一样可以右手按在你的心上，跟我们一起来领圣餐。那读这些的祷文的时候，也跟我们一起读，然后让你的灵里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好，所以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圣餐。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
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除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圣餐饼，我们是用一个大的饼分给大家哈，所以我们等一下在发的时候我们也请大家就是拿剥开的饼，然后沾着葡萄汁来吃。那我们会请我们的陪餐的同工会发给大家哈，让我们能够不至于整个手沾到这个饼里面去，沾到杯里面去。所以我们会请我们的同工沾好之后给你，然后你领受之后直接吃了，然后回到座位上，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一起来祷告，为我们自己，也为教会，还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如果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也求主透过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家人有机会信主，就像这个小朋友，他能够上帝透过他让他的家人信主一样，也为教会祷告，让教会成为众人的家，能够在这里领受上帝的恩典。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请我们的陪餐同工到台前来。我先给你们，然后你们再发给其他人。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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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真的要拨小块一点。
是楼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预备好，就请我们依序的从中间来到台前来领受饼杯。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为你们流的血，我的流宝血为你们免罪流的，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这个是一块的饼所剥开的，也许有大有小，然后我们的同工会帮你剥开来，让你可以领受。好，我们就直接沾了之后就来领。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楼上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到3楼来领受。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我们能够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要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拿到沾了饼杯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来食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的饼有大块有小块哈，如果你分到比较小块的没有关系，这个功效是一样的啊，所以没有说这个大的就比较功效好啊。上帝的恩典功效无论大或小都是一样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沾了杯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使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有没有还没领到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这样的一个剥大饼的方式，再剥小饼给大家。
那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一个方式，也让我们可以看到最早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大饼，所以我们同用一个饼，共用一个杯，是这样的意思，表示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好，让我们最后来念奉献求恩文，我们一起来念奉献求恩文，一起念，请。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圣餐礼到这里。弟兄姐妹，让我们以心灵粮诗选第300首《与主合一》第2节来回应主的爱。会众请起立。现在我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我们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主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得合宜，荣耀你的尊名，让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教会。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起立，我们同颂向主献成歌。
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新朋友蓝世光。欢迎你，请坐。是紫云姐的同事。好的，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好，请回座。我来报告今天的教会消息。我们今天的我们12月份的执事会将提早在1点半在201教室举行。那本堂2024年度的年度目标是牧养家庭，建立祭坛，让我们将教会带进家庭中，让家庭成为敬拜的祭坛。也请为教会在2024年新的目标来祷告。我们的制服学院秋季班将在12月23号举行结业式，还有期末的成果发表会，欢迎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关心。今年的圣诞晚会定在12月23号星期六的晚上举行，欢迎弟兄姐妹能够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那教会各小组也欢迎弟兄姐妹邀请新朋友一同加入，让我们一起得着今年也是明年属灵的丰富的成果。教会将在12月24号圣诞主日举办受洗祭转入礼。除了刚刚那一个家庭以外呢，如果弟兄姐妹有意要受洗或入会的，请赶快跟教会的办公室或者是牧师来报名。我们的教育部门呢，为了鼓励会友能够养成读经的习惯，有规划一个快速的速读的新约圣经一遍。截止日期是12月20号。你完成的人呢，你可以用拍照，或者是将你的那个勾选的单子呢送到办公室来。我们在圣诞主日12月24号要颁奖，同时呢那一天也是成人主日学的结业式，我们也会在那一天颁奖给全勤的学员。所以呢，请大家需要报名的、需要登记的都赶快来做一下。我们在12月24号要颁奖。
那很重要一点是12月31号，就是今年度的最后一天，教会要举办圣诞音乐布道会。国台语堂将在那天联合聚会。我们邀请到吉他的博士简英才牧师到本堂来分享信息，请弟兄姐妹也能够多多的邀请福音的朋友来参加。另外就是我们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半是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为教会以及相关的事项来同心祷告，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能到教会来的话，我们也有线上的直播，大家可以在家里面或是在你方便的地方一起来守望祷告。最后就是财务部门提醒，刚好到了年底要结账日了，所以呢，请大家如果有需要申请款项的话呢，最后截止日是12月31号。12月31号，请大家注意，逾期的就没有办法申领了。那我们的肢体消息的话，我就先省略。请弟兄，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简单的再补充一些报告。刚刚一直提到说我们有机会邀请新朋友所以我们连续着在圣诞节期的时间，我们有圣诞晚会、圣诞主日，还有12月31号这个简英才博士的这个音乐布道会。好，那所以请弟兄姐妹也可以邀请新朋友或是家人能够来透过这个教会的节庆来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教会。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来过，但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能够来到教会里面。虽然牧师不太喜欢圣诞节变成是商业性的活动，但是我看到有一张照片让我相当的惊讶，庙里面有插圣诞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圣诞节其实是一个真的叫做普天同庆，这个关乎万民的节日求主带领，让我们可以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能够这个才是我们的救主的降生的日子，所以又透过这个来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节庆的活动。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年底到了，年关也近了就比较天气又比较寒冷那我们的教会的社关部门也要准备有一些的资源跟一些的物资，要送给一些比较贫困的、比较需要的一些的家庭包括不是只有我们教会的会友当中，还有我们的社区当中也有这个里长托我们要关心的一些的这个家庭。那请弟兄姐妹也为这样的事情祷告。那如果家里可以有一些的物资跟资源是可以使用的或者是时间上不是即期品是可以食用的食物的话但是不是要马上要用的，就是可以放比较久的那可以让教会来这边来做一些的物资上的资源的分配跟安排，或者是你也可以为我们的社关来奉献，或者是为社关来祷告，希望我们的社会关怀还有我们的这样的爱心能够在秋冬的时候可以送到一些有需要的家庭的里面。那也许上面我们不会写上自己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心的举动，也让一些人可以得到在寒冬当中的一丝丝的温暖。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那也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是明年的3月11号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固定的这个旅游活动已经又要启动了3月11号要去金门。那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有期待要到金门去参访或是拜访的话，那也请跟教会这边来报名，或是跟我们的邵文弟兄这边来报名。我们的这个导览就是我们的邵文弟兄所以请大家尽快能够来需要的话，请尽快赶快来报名，让这个机票可以尽快的来统计跟整理以上，谢谢。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
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恩赐、智慧、聪明，让你的教会成为祝福人的教会，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蒙恩，让我们成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今天的崇拜到此结束，弟兄姐妹可在订阅中为今日的报告事项与肢体消息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在会后到台前来，牧师要为你祷告。